大家好，我係能量站嘅阿博。今次要為大家介紹嘅呢個咧就係藍度瑪光節精油嘅心神統合精油。咁佢咧主要有兩大功能嘅。第一咧，佢可以幫你提升你嘅集中力啦。第二咧，佢對應脈輪系統裏面嘅心輪。咁所以佢可以咧同時對應到心臟啦，對應胸腺嘅問題。同一時間咧，心輪喺脈輪系統咧係解作呢個慈悲心啦同愛心，所以咧多搽呢一個心神統合精油咧都會有助你打開呢個慈悲心同同理心嘅。咁除咗慈悲心同理心之外咧，有啲乜嘢人或者咩情況會合適去使用咧？第一，好適合一個學生啦，去喺考試做功課溫書嘅時候去搽嘅，因為可以提升佢嘅集中力啦。咁第二啦，就係譬如你要成日返 office 嘅工作，好多要好用神嘅工作好多 project 要去做咧，都好適合嗰個時候去搽，等你可以有一個最佳嘅狀態去面對你嘅工作。咁仲有嘅，例如譬如你經常要使用一啲電子產品啦，譬如經常要使用手機使用電腦嘅朋友都好合適使用，因為電磁波咧其實都幾干擾我哋嘅心神嘅。咁當你搽翻呢個心神統合精油咧，就可以促進翻我哋嗰個集中力啦，令到我哋嘅心神真係統合翻啊！好，咁跟住啦，我要講咧就係如何去搽呢隻精油啦。咁第一個咧要搽嘅位置咧，係啦，就係鼻梁嘅粒位，鼻梁粒位咧都係啦，鼻梁斜到上去，未到額頭呢個 corner 位叫鼻梁嘅粒位。咁又係啦，每次咧點都唔使好多，少少隻手擰擰地就得啦，點啲上去鼻梁嘅粒位。第二，我哋要搽嘅地方就係鼻頭嘅粒位，即係人中上少少，又未去到個鼻，啱啱呢個 corner 位叫鼻頭嘅粒位。好，最後要搽嘅地方咧，就係喺我哋嘅膻中。咁膻中喺邊度咧？膻中就係兩乳中間個胸骨就係膻中啦。好，咁大家又係咁樣辦啦，就兩乳中間呢度搽落去。咁今日就完成呢個心神統合嘅教學啦。最後要同大家講翻啦，尤其是最初第一次去正式搽我哋嘅藍度瑪精油嘅咧，建議頭一至初用嘅頭一個星期，建議都係開住個窗等空氣流通嘅情況下使用，又或者喺戶外嘅情況使用，因為我哋個精油個分子好細啦，咁可以穿透到身體唔同嘅地方，咁所以咧開住個窗等空氣流通咧，咁個效果會更好。咁今日就去到呢一度先。咁樣咧，如果大家對搽精油藍度瑪精油個用法有啲咩疑問咧，隨時都係 WhatsApp 嚟問我哋，又或者打電話俾我哋問都得。電話係21578590。好，多謝收睇。